炒股唔使驚 ，Ben 哥喺大廳。啱入市嘅朋友係咪成日都俾五花八門嘅秘笈戰法搞到頭都暈啊？今日就同各位老友記傾下百年經典道氏理論。佢就好似股市嘅天氣預報，可以幫你睇清市場嘅方向。雖然道氏理論1900年就有啦，華爾街嘅交易員仲喺度偷偷地用佢。咁你話掂唔掂啊？咁乜嘢係道氏理論呢？道氏理論係由查爾斯道創立嘅。簡單嚟講就係3句話：一、市場行為包容一切，就好似菜市場嘅菜價，唔理天氣乾旱、節日效應定係政策補貼，最終都會反映喺價格上面。股市亦都一樣，所有嘅消息都會俾聰明嘅資金提前消化。K 線圖就係市場嘅晴雨表。二、價格呈現趨勢運動，菜價唔會話今日10蚊，聽日5蚊，後日又10蚊，而係會形成上升或者下跌嘅趨勢。譬如豬肉嘅價格連續3個月上升，呢個就係主要嘅趨勢。中間偶爾降價促銷係次要嘅趨勢。某一日暴跌呢，只係短暫嘅波動。三、歷史會重演，但係唔會簡單重複。雖然每一次嘅牛市行業唔同，譬如2000年互聯網、2015年創業板、2020年新能源，但係人性嘅貪婪同恐懼冇變，所以趨勢嘅形成會有相似性。舉個例子啊，你睇到一間公司發利好消息，結果股價唔升反而跌，呢個時候就係道氏理論嘅第一條，利好已經被提前消化。道氏理論有3種趨勢，睇啱方向先至可以揾錢。一、主要趨勢1到4年，大方向決定股價嘅生死。譬如2019年到2021年係新能源賽道嘅牛市，雖然上證指數喺2021年2月見頂之後震盪，但係新能源指數，譬如話中證新能源指數，從2019年1月嘅2000點升到2021年嘅11月7000點，走出3年嘅結構性牛市。結果2020年全球放水初期，當時主要嘅趨勢呢係向上嘅，然後做空寧德時代、比亞迪呢啲龍頭，即使短期嘅反彈最終都會俾趨勢玩死你。二、次要趨勢3週到3個月波段操作嘅機會，譬如2022年4月上海疫情期間，上證指數從3000點跌到2800點，當時係次要趨勢嘅回調，但係跟住反彈到3400點，所以話會睇趨勢嘅人，你就可以做到低買高賣。三、短暫趨勢3到5日，打醒12分精神。譬如一隻股票突然間有利好消息，開盤就漲停，但係第3日呢就回落。新丁成日中意追呢種短期波動，下場係經常都係高位接盤。重點嚟啦，新丁最容易揦嘢嘅3個道氏陷阱：一、將反彈當成反轉。2022年4月